在地人在地前来看，花莲的西瓜今年是大丰收，敢若玉米就会当收66万粒，而且逐粒都大粒过把甜。也毋过因为病毒咧流行，西瓜农是真惊这大盘商无要落订，所以农会是帮忙来促销，买西瓜就送白米，拜托大家甲西瓜农斗相共。一粒西瓜倒伫秀姑湾溪河床，日头照落去，亲像迄绿宝石。今年风调雨顺，有机会来一个大丰收。今年的瓜是真的还蛮漂亮的，而且都还蛮均匀的，大小颗都一样的。瓜农笑眯眯真欢喜，每一粒拢有30大斤左右。但是月底就会当收成的西瓜，半箱拢无消息，很真着急。正常的话，大概1个月前会先来，大概来看一下这样，然后大概说需要多少量，然后今年到现在2个礼拜了，还没有，打电话也都不接啦，也没有来看这样。这回种植的面积超过300公顷，总产量是超过66万粒，9成以上是靠盘商收购，只有无到1成是靠农民自产自销。担心是因为疫情，盘商唔敢落单，西瓜阁袂当啃久，要安怎？玉里的西瓜真的是全国有名的哈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能够推广到全国去。有在地乡亲小天主动发起认购，希望会当甲农民斗相共。当地农会嘛有想出奇招，推出买西瓜送米的活动，增加民众购买意愿，互瓜农的心血才袂白费。